为了进行花莲地动了后的农渔业产业发展，农业部对7月份开始来推出农分币的方案，一张有250块，拢总有70万张，希望讲会当互更较侪人愿意去花莲消费。 这是花莲吉安农会顶受区域，原底每一天的营业额有16万到20万，不过伫4月初3大地震了后，平均才2万外。另外，花莲市农会业绩嘛落落底，大家拢真期待7月初1发放的农分币。农本币的运用，把你进到超市里头，我们的所有农特产品，包括生鲜以及农产的加工品，还有伴手礼类的，也都可以来使用。伫观光渔业的部分，上海岸的业者是推出。 配合农分币，有史以来上俗的上海岸票价，这介绍可能连邮资工作人员的薪水都无够。我们把政府的美意，这个农粉币能够 double 加倍使用，然后只要客人来了，凭着你的农粉币自费299，他就可以享受800、900块的赏金体验。 官府表示，农业部即届推出的花莲进行农分币已经发70万张，每张250块。花莲目前已经有1500间业者加入。 只要加入农业易游网的会员，来到花莲的时候开启定位，就可以领取250元的农粉币优惠券。那另外就是在农业部的一个合作的电商平台，消费满1000元的话，也可以获得250元的农粉币优惠券。 农业部强调，农分币对7月7日到10月31日开放领取，上班使用到11月30，提醒民众领取第一类农分币，若超过7天无使用，系统会自动回收。后一届前往花莲的时阵，佮登入就当佮领。若过期无使用的第2类农分币，系统会直接回收，提供发送系统运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